係啊係啊。係點啊？幾多字啊17得㗎啦。開始㗎。開始啦。你唔開始都得㗎。開始啦，開始。開始幾多字啊4個字。4個字。哇！第4個字。新。中文係新。第3個字。由。S。魚。新魚。魚下。魚底。魚。新魚。第3個字。魚。第4個字。新。你。魚身。新魚。魚魚身啊。OK 喎。淨係估呢個字。back。尾。背。腰。即係估英文，即係嗰一套。Back to the future。魚身。 Back to the 魚身。講贏咩？先講你贏，先講你贏。後。第一個字係後。劍俠魚身。Yes。好嘢。哎呀，留呢路冇 time 嘅。1分15秒，我影緊。1分10。